开始，有传球，再用一点点力气啊！要滑点进去哦！哎呦，斜回去，别进去来，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换你这个啦，大班了，大班，脚跟在这边。等一下，还没有呢。可以吗？好，开始。要技术指导啊，8颗的，要挤进去的，哎，再右边一点。哦，再进去了，就进2颗哦，进2颗哦，就只有你有而已哦。快点，来丢进去，哎，你们不要缠着路边，青年团，再待，哎呦，